總統賴清德昨日轉來到台南，為三間廟宇甲變，第一站就選擇先來到全台西來庵參拜。恭請總統接見。這是一個歷史性的一刻，非常感謝。賴總統致辭時，伊向在場鄉親老朋友各種報告，伊表示，伊的使命是讓國家更加安全。面對中國威脅，要來強化咱的力量，讓咱的國家更加安全。我的使命就是讓咱的國家較安全。面對着中國的威脅，咱愛強化咱的力量，讓咱的國家較安全。所以按蔡英文總統開始到我這當今前後10年，咱不斷地提高咱國防的力量啦。除了講對外軍事採購，咱嘛發展國防自主。國防自主啊，就是講一個國家是不是有能力生產製造保護家己國家安全的武器，這叫做國防自主。全世界無超過10個國家有能力，台灣是其中一個。過去那落雨，我想 SNG 車一定在這裡，可是現在沒有了，就這樣一棒一棒的。傳承跟為我們地方解決問題，現在我們這裡幾乎已經8成，8成已經完成了8成，第一是刮公後，然後還會有路面積水，所以我相信未來我們會用這樣的精神，一棒一棒的傳承，那一定愛和台南更加好，而且我們要讓我們的總統無後顧之憂，所以不是2026我們要贏而已，我要拜託大家，我們現在目標。2028，我們一定要成為我們賴總統最大的底氣，這是很重要的。全台西來庵董事長詹正義則是表示，賴總統自台南市長、行政院長、副總統到如今成為國家元首，當年關心西來庵的發展，也和廟方真濟合作。由於西來庵具有重要歷史地位，廟方也希望未來會當將廟前的重劃地規劃部分空間，爭取建設西來庵紀念公園。讓更多民眾認識地方的文化跟歷史。我非常感謝咱賴總統對咱市長到這個副總統攏這關心着咱西來庵呢。我總統報告，這個你要重視啊！我咱這個可能咱未來咱台灣490年的這台南市第一年的執照市長，咱評委也伊話講以後這個地，這嘛是公益條地，來命名做。看要西來庵紀念公園，按照西來庵廣場，這我只簡單的建議。台南作為賴清德政治起點，這次轉來到地方廟宇參拜，並甲鄉親交流，也展現伊甲地方親教情感連接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